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好运动的时间又到了，今日呢，要同大家共下来运动啊，还有地仙老师，哈，然后大家积极来运动哦。因为老师呢，今日要带本大家马该动作呢，就是腹部核心运动。安尼都是哈，加肚脐下背也个腹部哈，就他们安尼个土地样诶，土地哈要有肥沃，不用皮料，哈要有营养，呀个土地上上个安尼种个菜啦，种个水果啦哈，才会上到酱咩，才会有安尼好食的安尼水果，才会种个菜哈，才会酱。佮说安尼都是呢个核心力量系有的话，人就会健康。好，你这有钱才有好用啊，没钱就没钱好用。故说呢，都市的力量呢，这是有存款嘛，好，然后地仙老师来做示范，好，先躺下来，然后像地仙老师说一点来，那样的呢来练那腹部核心哈，乡亲朋友，然后呢那肚脐呀，好，肚脐呀中间，呀顺方呀边呢，呀顺方那个。安尼肌肉呢，就是那个腹部核心的运动的最主要的力量。故说呢，对瑜伽来讲哈，腹部核心的力量，每讲就参与那太阳神经丛，就是那身体哈，那脊椎都头嘛，好，压伫那个区块力量呢，就参那个安尼能量的，参与水库就错的啦，水库有水嘛哈，你这样做的。好，水流出去，流出去，流出去，流到树，流到头呐，流到脚。故说那个腹部核心的力量啊，就像那水库，好有水，那身体要有能量。故说呢，那水的那样练呢，行路啊，做事情，那都是有力。好，这样脚这样有力。好，踢呢，双脚弯曲。好，乡亲朋友，那做些呢，那脚哈先。好，弯曲，好，右脚抬起来，伸直，好，那脚要卡起来些呢哈，一听到有肚子的力，人家肚子一听很硬硬的，可是肚子启动呀能量些呢哈，可是运动些，人家肚子就会有力的，好，慢慢的不用下去，放回，还原，好，go弯只脚，吸气，抬起来，换左脚，好，go右脚抬起来。好，乡亲朋友参与下艺术哈，明天地仙老师呀，都市的力量，佢启动佢脚卡起来嘅时候呢，佢肚子就开始硬硬的，你看下听，好，地仙老师的肚子就开始硬硬的，就开始有用力了哈。那按你练的时候呢，按你练肚子的力量，好，脚卡起来练肚子的力量，人家规个肌肉的力量开始燃烧，好，咩开始燃烧，开始。参与呢，个火用的话，按你烧哈，帮助你排除毒素。嗰个都市的力量呢，系关系到哈，影响到那个消化系统，好，各位排泄系统。你讲肚子的核心力量有力，嗰你接练按呢，你就按你停留，好，你就停到呀，你接练肚子的力量，你一听哈，唔会便秘，好，唔会有个按呢行通排便的问题。好，故说呢，踢动简单，你就停到呀。停的时间你可以1分钟、2分钟。好，踢你左脚下、右脚上交替。好，你就按呢停。好，慢慢呢，停的哈。唔好看呀，人家都是喺动有力的呀哈。你做10到1、2，呀核心的力量3、4。乡亲朋友有看到吗？向下走啊，同地仙老师向下走。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吸气，双脚弯曲，好，抱膝，好，第二撩一下，好，第二。缓和一下，喺老佢运动啊，老佢出力的时候呢，那个放轻松哈，老佢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
好，勾来，下一个吸气，双脚伸直。好，由浅由厚，好，还没由左由右，哈，然后慢慢的向右边，好，回来，向左边，好，安尼呢，用到呀核心呢，一片的训练，好，慢慢的回来，好，再向右边，好，回来，向左边。很清楚朋友有看到吗？你要脚喺左边、右边，按你停同。好，再来右边、左边。很清楚朋友，你都压偏的时候呢，你压偏的时候，你要胸用牙野位呀，鬼钳的呀就会出多力。好，慢慢吸气正来。好，左边像钟摆一样的，左边右边摆，强的哈。参与下始终的钟摆一样哈，左偏右偏，左偏右偏。安尼呢，安尼都是的一个区块哈，你全部制作的训练到。好，慢慢的左偏右偏，好，回中间，好，抱膝，好，有前有后，好，有左有右，好，安尼参与钟摆啊，安尼训练哈，你就压几个区块就会用到。好，再来呢，思维哈，提臀抬臀哈，思维离地，好，慢慢吸气。好，你手放在竖哈，要两只手，好，颈都往下踢，安尼颈都踢来哈，好，臀部离开，好，慢慢转来，好，离开，慢慢的转来，好，离开，好，你就做10度哈，1，嘿，2、3、4，乡亲朋友，向下走啊哈！你做几多多，那你放起来些哈，两个内脏哈，它不会下垂，两个腹部器官、两消化器官，好，我强化，你就不会便秘哈。回来，好，慢慢的有离地些画圈圈，好，胸腰的挖起呢，天天的挖起呢，好挖起呢，好挖起呢。好，安尼一发呢，你肚子的力量啊，全部会做到。好，我看呢，go反方向。一下玉美老师要冲下来做啊哈，乡亲朋友，一下玉美老师从前面的动作可以是呢，做到都要画圈，因为玉美老师当气氛做也是动作，做好些呢，也肚子会吃到瘦啊。今日哈，你就会吃到讲，你今日排便较顺畅，好，你会吃到讲，安尼今日呢，吃到肚子唔会。这样我们有大富婆啊，这样我们有唯一度哈。回来抱膝，好，一下玉美老师同地仙老师冲下来做啊哈。好，先双脚弯曲哈，吸气，双脚伸直，好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好，剪刀脚，左脚向下，右脚向上，好，换脚，弯脚，好，按做10度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吸气放起来。乡亲朋友，一下哈，各位了，剪刀脚去个顺方数，同样哈，左右哈，钟摆，1片、2片。好，参与始终会这样呢，钟摆有嘛哈，左边。右边，左边，右边，你做你就会吃到像个偏手的感觉诶。好，左片，右片，左片，右片，好，回正，好，同样了哈。好，一下呢，臀部离地啊哈。好，1、2，玉美老师当气氛做呀，找动作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弯曲吐气。好，等下调呼吸啊哈。好，玉美老师也放起来啊哈。摇背，按摩，老娘腹部放轻松，按摩，摇背，按摩下半盘。好，然后呢，也请地仙老师做示范哈。好，加强版的呀哈，好，然后玉美老师在看地仙老师做加强版呢。好，
双手抱头，好，脚伸直，脚伸直。好，你还是讲，做到好，加前面的暖身周拉起哈，你就可以手肘好碰膝盖，好，双脚弯曲，好，吐气，上来碰，好，安尼要动强哦哈，要动，要身体要肚子要动实力了哈，换边。乡亲朋友也唔要凊彩子做到啊，也肚子动啊，人家轻，人家丹田又动有力哈，人家还加强版的哈，好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加油！10，好，吸气，还原，好，放松，好，包吸休息，好，乡亲朋友，啊，做好嘢头抬起。好，肚子做完以后不用强松，头抬起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肚子自然膨胀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强松。好，当然呢，从下运动就会带给人身体健康、平安、开心、幸福。